电火条啊真歹势，甲你会失礼。昨暝我有啉较济，人也马西马西，赛车一时无好势，你煞变两过，我也连火减两杯，你在平床体。酒后赛车改动做，众人咧甲骂，亏损公务着爱赔，了钱了家伙。啉酒了后，千万唔通靠势，顾家庭为社会。坐客人车会当替咱的国家拼经济，运奖大的嘛会甲你讲细细。韩字之声广播电台直接甲恁诚恳的提醒：酒后莫赛车，平安无灾厄。